今日嘅第一次經課係記載喺《使徒行傳》2章14節上22至32節。14節上，彼使徒站起來，他就高聲向眾人說：以色列人啊，你們要聽我這些話。拿撒勒人耶穌就是上帝以異能、奇事、神蹟向你們證明出來的人。這些事是上帝藉着他在你們中間施行，正如你們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上帝確立的旨意和預知被交與人，你們就藉着不法之人的手把他釘在十字架上殺了。上帝卻將死的痛苦解除，使他復活了，因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大衛指着他說：我看見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邊，使我不至於動搖。所以我心裏歡喜，我的舌頭快樂，而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在陰間，也不讓你的聖者見朽壞。你已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使我在你面前充滿快樂。諸位弟兄，先祖大衛的事，我可以坦然地對你們說，他死了，也埋葬了，而且他的墳墓直到今日還在我們這裡。既然大衛是先知，他知道上帝曾向他起誓，要從他的後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寶座上。他預先看見了，就講論基督的復活，說他不被撇在陰間，他的肉身也不見朽壞。這耶穌，上帝已經使他復活了，我們都是這事的見證人。第二次經課記載喺彼得前書1章3至9節。願頌讚歸於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上帝，他曾照自己的大憐憫，藉着耶穌基督從死人中復活，重生了我們，使我們有活的盼望，好得到不朽壞、不玷污、不衰殘，為你們存留在天上的基業，就是為你們這些藉着信蒙上帝大能保守的人，能獲得他所預備到末世要顯現的救恩。雖然你們必須在百般試煉中暫時憂愁，你們要為此喜樂，使你們的信心既被考驗，就比那被火試煉仍然能壞的金子更顯寶貴，可以在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得着稱讚、榮耀、尊貴。雖然你們沒有見過他，卻是愛他。如今雖看不見，你們卻因信他而有說不出來、滿有榮光的喜樂，因為你們得到信心的效果，就是靈魂的得救。這是上主的道。請各位起立。主耶穌基督嘅聖福音記載喺聖約翰福音20章19至31節。願榮耀歸於主基督。那日就是7日的第一日晚上，門徒因怕猶太人，所在的地方門都關了。耶穌來站在當中，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說了這話，他把手和肋旁給他們看。門徒一看見主就喜樂了。於是耶穌又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遣你們。說了這話，他向他們吹了一口氣，說：領受聖靈吧。你們赦免誰的罪，誰的罪就得赦免；你們不赦免誰的罪，誰的罪就不得赦免。那12使徒中有個叫底土馬的多馬，耶穌來的時候，他沒有和他們在一起。其他的門徒就對他說：我們已經看見主了。多馬卻對他們說：除非我看見他手上的釘痕，用我的指頭深入那釘痕，用我的手探入他的肋旁，我絕不信。過了8天，門徒又在屋裏，多馬也和他們在一起。門都關了，耶穌來站在當中說：願你們平安。
然後他對多馬說：把你的指頭伸到這裏來，看看我的手，把你的手伸過來，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總要信。多馬回答對他說：我的主，我的上帝。耶穌對他說：你因為看見了我才信嗎？那沒有看見卻信的有福了。耶穌在他門徒面前另外行了許多神蹟，沒有記錄在這書上，但記載這些事是要使你們信耶穌是基督，是上帝的兒子，並且使你們信他，好因着他的名得生命。這是上主的福音。我自己睇唔到添，但係我搬前少少先。OK， 唔該晒，唔該晒。好啊，哇，多翻啲陽氣喎，好似好，又係我啊，係啦。咁樣咧，線上線下嘅朋友，大家平安。咁今日咧就係復活節期第2主日啦。咁今日犀利啦，我就請咗位重量級嘅嘉賓咧嚟同大家分享喎。因為咧，我就厭棄咗我平時咧講書毛嘅講道啦，所以今日咧就決定抄考一下咧我神學院老師李牧師同埋咧一位師兄嘅講道方式啦。咁所以今日同大家試一試新嘢啊！好，咁介紹翻啦。咁我邀請咗一位咧喺上個禮拜復活節親眼見到耶穌復活嘅門徒上嚟現身說法，講一講咧佢咧係啦親身嘅經歷同埋心路歷程啦。咁大家咧今日真係要留心聽啊，因為我會一人分析兩角嘅，係啦。如果你咧稍一不慎去聽嘅時候，可能都會搞到有啲混亂啦、精神分裂咁樣。咁大家估下，我想邀請邊一個門徒上嚟咧？係啊，多馬，冇錯冇錯，都啱。咁大家準備好未啊？OK 啊，好嚟啊！好，咁我多馬嚇。Hello， 大家好啊！我係多馬，英文名咧 Thomas， 唔知呢度咧有冇人係叫 Thomas 嘅咧？多馬咧本身係亞蘭語嚟嘅，對應喺約翰福音11章20同埋21章反覆出現喺我個名前面嘅希臘文底土馬呢一個稱呼。無論係多馬定係底土馬，其實咧都只係言語上嘅唔同嘅啫。佢嘅意思咧，其實完全一樣啊，都係雙生子啊、雙胞胎嘅意思，亦都係你哋而家講嗰啲孖仔啊、大媽細媽咁樣樣。約翰福音咧重複去稱呼我做底土馬的多馬咧，其實係帶有一種嘅識別性，加強咗咧歷史嘅真實感。有啲嘅釋經學者咧，甚至乎認為我個名咧喺故事入邊可以呈現一種咧兩難嘅張力啊。因為喺11章嘅我咧，我係願意跟隨主去死嘅。20章咧，但我就要去有證據先至肯相信，因為我對眼就係證據。有時咧又好有勇氣，但係有陣時咧又會有疑惑喎。喺確信同埋未知之間嘅嗰份掙扎，唔知你哋有冇試過咧？嗱，我知道你哋咧後世嘅基督徒咧，仲幫我起咗個花名嘅喎，叫我做多疑的多馬喎。今日咧難得我嚟到呢度咧，我真係要爭取機會咧澄清一下。耶穌俾人帶走嗰一晚嚟得好突然，我跟隨咗3年嘅師傅，我最尊敬嘅老師喺短時間入邊俾人捉走、虐待同埋釘死。你知唔知道我有幾咁難受咧？一直以嚟我都好渴望可以再次見翻佢，可以與他面對面。當耶穌死咗之後，復活出現喺我面前啊！我諗都唔使諗，摸都唔使摸啊！我已經認得出佢係我嘅主，我嘅神啊！承認耶穌係有神聖嘅身份。我唔要二手嘅資料，唔要二手嘅信仰，我要親自嘅真實咁樣去同復活嘅主相遇。唔通咁都有錯咩？你哋啊喺主日學嘅時候講道嘅時候咧，成日將我成為負面嘅教材，教啲會眾咧唔好學我係嘛，係教人哋咧不要問，只要信嚇。講到我
咁啊，唔好對號入座啦，咁就 OK 好。係啦，講到我咧對信仰有疑惑就係錯咁樣樣，耶穌咧就唔中意噶啦咁。其實耶穌啊先至冇你哋咁小氣啊。神學家有句名言啊，就係懷疑唔係信仰嘅反義詞，而係咧信仰嘅組成部分，係真實信仰同埋靈性成長嘅必須要嘅條件。主耶穌同我講話，叫我不要懷疑，總要信。我唔覺得佢喺度怪責緊我咯，我感受到嘅係佢想邀請我從我要憑肉眼去看見，轉為咧因為相信而得生命。耶穌唔係要否認我嘅疑問，亦都唔係叫我哋乜嘢都唔使去思考，唔好去問，而係喺疑惑嘅裏邊，仍然咧將自己交託俾復活嘅主。畢竟啊，耶穌自己都知道啊，佢復活之後其實40日就要升天。咁40日之後嘅我哋又點呢？肉眼唔可以再見到主咯。咁當我都喺度考慮緊，我係咪要重操故業嘅時候，主耶穌就賦予咗我哋新嘅使命、新嘅方向。就算將來啊，我哋肉眼唔能夠再見到主耶穌都好咧，我哋仍然可以喺聖靈裏繼續耶穌嘅工作。除此之外咧，我都睇到約翰福音嘅作者啊，係想透過我嘅故事，向所有後來嘅信徒啊，即係你哋啦，係啦，嗰啲冇親眼見到主，卻仍然相信嘅人咧，話俾佢哋聽，你哋係有福嘅。你哋雖然冇見過佢，卻是愛他。復活咧，唔係淨係改變死咗之後嘅去向，亦都改變今日我哋活着嘅方向。我哋信徒咧，因為怕猶太人啦，將所有嘅門咧都關上鎖住。但每當復活嘅主臨喺我哋當中嘅時候，佢第一句都總會叫我哋願你們平安。佢嘅復活宣告咗原本令到我哋要驚嘅死亡、逼迫同埋失敗，都唔再定義我哋信徒嘅結局。我唔喺度嗰一次咧，主向其他嘅門徒吹咗一口氣，賜下聖靈，賦予佢哋新嘅使命，差遣門徒喺聖靈嘅裏邊繼續耶穌嘅工作，使人相信耶穌係基督，係神嘅兒子，就可以得着生命。約翰福音20章31節希臘文用嘅呢一個生命咧 ，zoe 啊，有別於咧 bios 呢一個字喎，係一種咧質嘅改變，本質改變咗嘅意思。咁有咩唔同咧？我哋原本嘅生命啊，係一種physical 啊 natural life 嚟嘅，係受造啦，係有限嘅，就好似井旁嘅婦人同耶穌嘅對話咁。原本婦人想打水嘅嗰口井，係受住時間、空間同埋物質嘅限制，最終其實都係會枯燥。我哋人喝咗咧，都係仍然嘅會口乾。生活化啲去講咧，就係原本咧，我哋生命係需要不斷喺外界裏邊去吸取認同、成就感同埋愛嚟去填補內心嘅空虛。但係咧，我哋永遠都唔會感覺到滿足，仲係一種好乾渴嘅生命。改變之後嘅生命咧，係上帝自己嘅生命，係非受造嘅、永恆同埋自有嘅。當呢一種嘅生命進入到信徒入邊嘅時候，我哋分享嘅係基督復活之後嘅生命，係一種咧不能朽壞、不能咧沾污嘅本質。耶穌咧成為咗嗰口活井啊！我哋生命嘅泉源，因為裏邊咧有上帝嘅結連，我哋開始有能力啊喺缺乏裏邊依然嘅去施予，喺仇恨嘅裏邊依然嘅去愛。呢種動力咧唔係單憑我哋嘅意志可以去撐得住，而係咧生命本質嗰種嘅自然流露。我要做嘅見證咧就係耶穌喺被交喺
人嘅手裏邊，釘喺十字架上邊。佢唔係一件偶然同埋意外嘅事，而係咧出於神喺永恆裏邊劃定好嘅救贖軌跡。死亡唔能夠去拘禁主基督。大衛指着佢話嗰位啊，以及神曾經咧向大衛去起誓要興起坐喺佢寶座上面嘅嗰位後裔咧，正正就係呢一個將預言應驗為可以接觸嘅復活主。佢嘅靈魂不撇在陰間，佢嘅肉身亦都不見朽壞。但係咧，唔代表係完美無瑕嘅。至少我見到復活主嘅時候咧，佢身上嘅釘痕仍然喺度嘅喎。殘缺嘅身體無阻神嘅神聖性存在。已經去到呢一度，好。甚至咧，我覺得上主係刻意用嗰啲嘅傷痕咧，提醒我哋佢愛我哋有幾深。呢個係神愛嘅記號。相傳啊，耶穌復活升天之後咧，我就喺東方去傳教，將基督教傳入咗印度。曾經喺帕提亞，即係而家嘅伊朗啊、伊拉克一帶裏邊去傳道，最終咧喺印度嘅邁拉普爾嗰度殉道，為馬拉巴爾聖多馬教會奠基。OK， 我哋劇中翻嚟咧，我講道員嘅現場啦。嗱，首先戴咗頭盔先啦。頭先嗰個版本咧嘅多馬咧，就係其中一個角度去理解嘅啫，唔代表本台立場嘅，係啦，亦都唔能夠去確認咧歷史中嘅多馬係咪真係咁樣諗啊？咁接住落嚟咧，我就會就住頭先聽阿多馬講嘅兩點咧去作出回應嘅。咁我就開咗個頭啦。之後如果你哋有咩回應咧，都歡迎大家同我講，又或者網上嘅朋友都可以咧去我嘅 IG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去分享一下你嘅感受同埋諗法嘅，因為我都好期待咧去同大家有多啲嘅交流互動嘅。嗱，首先咧，頭先我聽到多馬講，其實都唔係真係多馬講嘅，係我咧取自喺《使徒行傳》2章嗰度嘅記載嚟嘅。所以咧，其實應該係路加講嘅，但係我就借多馬嗰個口嚟去講出嚟啦。咁多馬講咗啲咩咧？佢話即係耶穌被交喺人嘅手裏邊釘死喺十字架上咧，就唔係偶然嘅，亦都唔係代表緊咧猶太嘅領袖，又或者係羅馬政府嘅勝利，而係咧出自於神咧喺創世以先預定好嘅救贖計劃。咁可能因為我本身個人咧都唔係好 buy 預定論呢一樣嘢啦，所以其實我頭先聽起上嚟嘅時候咧，我係覺得有啲哽耳嘅。即係如果係咁講，人就唔使負責任啦。咁我哋就要睇下咧，其實《使徒行傳》原本嗰句經文係講咩嘅咯？咁不如大家睇下，好似好細喎，大家睇唔睇到啊？到度啊！咁好啊，大家讀一讀啊，1、2、3。他既按着神確定的旨意和預知被交與人，你們就藉着不法之人的手，把他釘在十字架上殺了。係啦，咁其實咧個經文係將神嘅計劃咧同埋人嘅罪行咧係並排喺同一句裏邊嘅，所以咧即係神嘅主權同人嘅責任咧，佢係相提並論，唔代表咧神預先咧去見到人呢個惡念，將佢呢個惡念成為咗人類救贖計劃途徑之一，就係等於咧佢要去 cancel 消除嗰啲惡人嘅罪同埋要負嘅責任。咁咧最近我就沉迷咗一套嘅電視劇啊，《正義女神》，我唔知有冇人有睇咧？冇啊！哎呀，係啊，咁啊，即係係咩話？集都冇防，老防，每一集都我妨礙先咯，係啦，即係當然啦，係啦，又好好睇嘅，即係好睇在咧，佢真實唔會咁樣發生啊嘛，邊有呢個係啦，係啦。即係咧即係邊有法官咁得閒啊，走埋去查案先得㗎，所以咧都有啲網民係即係會有咁樣嘅 comment 啦。但係咧，我真係覺得好好睇嘅。即係如果咧之前你睇《毒舌大狀》覺得好爽嘅時候咧，我相信呢一套嘅電視劇咧係唔會令你失望嘅。咁呢一套劇嘅主題
嘅主題同埋片尾曲咧，其實係想講一樣嘢啊嘛，就係公義或者咧會遲到，但係佢絕對咧唔會缺席咁樣。咁當生活上咧，我哋發生好多好痛苦啊、唔公義嘅事嘅時候，惡人橫行啦，個環境亦都係失控嘅時候咧，我哋可能都會以為，喂，神係咪遲到咧？處於喺多馬嗰種嘅就係疑惑嘅裏邊，但係仍然，如果我哋咁樣嘅狀態，我哋咧仍然咧係願意將我哋自己嘅未來、我哋嘅人生方向交託俾主嘅時候咧，其實呢個就係信心。嗱，第二點我想回應咧，就係當我聽到阿多馬佢話咧，即係復活主嘅肉身咧係唔朽壞啦，但係亦都唔係完美無瑕嘅喎。至少喺佢身上嘅釘痕咧仍然還在，殘缺嘅身體咧無阻神嘅神聖性存在，上主仍然嘅看重。咁大家咧而家就喺你哋身上揾一個咧，你認為你自己有故事嘅傷口。如果咧嗰個嘅傷口唔係表面嘅話，係你心靈嘅話，咁你可以咧就撳住你個心口啦，咁樣。咁啊之後喺小組或者團契嘅時候，有機會分享，你哋可以 feel free 去即係分享你嘅故事啦，讓我哋可以彼此嘅代求同埋服侍。咁而家大家揾到嗱，即係揾真係嘅喎，你真係睇下你自己嘅傷口喺邊喎。即係如果係表面係啦，咁啊你指住 OK，咁但係唔係你身上喎，係啦 OK。都得，咁你覺得係有故事嘅傷口啦，咁樣，咁大家揾到之後咧，幫我咧即係撳住你個傷口，係啦，我要為佢祈禱，好啦，咁我哋一齊祈禱啦。憐憫人嘅主啊，我為咧嗰啲身上帶有各種原因所造成傷口嘅人去祈禱，無論係生理上定係心靈上嘅傷口。以前咧，可能嗰啲嘅傷口係意味住羞辱、不幸、傷痛同埋沉重。我懇求你啊，將我哋能夠可以咧去經歷被你去醫治、被你去轉化，以致呢啲嘅傷口咧可以成為你恩典嘅記號，提醒我哋喺患難當中，上主你沒有離場，陪伴我哋經歷或長或短嘅復原之旅。請你透過我哋身邊嘅人事物嚟去幫助我哋，供應我哋一切所需，包括繼續前行嘅勇氣同埋力量。我相信復活節嘅意義咧，未必係要將真實發生過嘅事情、真實發生過嘅傷害變為禽畜無害，要粉飾太平，而係我哋而家傷痕仲喺度嘅時候，我哋能夠有一個新嘅角度去講述、去詮釋呢一個嘅傷痕。求主幫助我哋啊，同我哋一齊與我哋同在，奉復活嘅主耶穌基督嘅聖名祈求，阿門。